继续来看中部犯罪打击中心抓到一团诈骗集团，这个集团拢是一条龙作业，都被属是日本的戏剧《地面师》的翻版，专门吸收一寡相关专业的高手来进行着大规模的土地甲房屋的诈骗，讲因联手诈骗的金额超过3亿。要把文书开哦，开门。警察穿夹咧冲到房间门口，艾米伫内底嫌犯出来投降，嫌犯唔出声，警察暂门弄不起。警察抓诈骗，兵分道路。另外一批警察全要去永住公司，甲现场全部的证物，各相关人士拢总20个人，全部抓起来。这人以假交易所做投资诈骗，或者是惊做是公务人员，用监管金融口座含现金的名义，要求被害者去领真侪现金。被害者无钱，就使人引起抵押不动产。诈骗的手法，就亲像真人真事改编的日本戏剧。地面师。日本戏剧地面师找真厉害歌手，组织真严的诈骗集团，大规模骗人的土地和厝。台湾版的地面师嘛，真是上演。诈团在跟被害人建立连结的时候，在不管是群主或赖的状况下，都会先行调查被害人有没有房地产或者房屋，评估后再将这个资讯交给投资公司。警察调查出这个诈骗集团和着地合作的永住公司，佮地政师，也就是代书合作，带被害者去地政事务所办理抵押设定。过程内底会扣除证券的代办费用、中人费用、代书费用和利息的费用，这钱占贷款的金额6%到15%，全部拢是交予永住公司和代书服务费。这个钱再佮转交予诈骗公司的车手，安那代书和永住公司拢知影被害者是防诈骗，配合协助做不动产的抵押，为111年到即马为止，已经10个人受害，防诈骗的金额超过新台币3亿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